歡迎嚟到讀聽新聞，以下內容來自11月30日雜誌社嘅報道。大埔宏福苑5級火，警方第2日入屋搜索，死亡人數增至146人，有大約40人仍然失聯。警方表示，今日進入搜索嘅宏泰樓係第2座着火嘅樓宇，揾到較多嘅遺體，分別喺樓宇嘅房、樓梯同埋天台發現。警務處新界北總區指揮官林敏嫻表示，今日開始喺3座大樓搜索。警務處災難遇害者辨認組主管鄭家俊表示，災難遇害辨認組喺1975年參加國際刑警之後成立，進行遇害者辨認工作。目前每棟樓宇經過房署確認結構安全之後，都會盡快處理。佢表示，琴日完成咗宏道閣、宏仁閣嘅搜索，今日就進入宏建閣、宏盛閣同埋宏泰閣3大廈搜索，已經完成宏建閣、宏泰閣，而宏盛閣嘅工作會繼續進行，稍後會到宏新閣。佢話現場光線不足，影響搜救進度。佢哋主要用頭燈、搜救照明工具搜索。如果開始入黑，整體現場環境就會變得唔理想，難以冇死角咁覆蓋每一個地方。會盡量利用日間時間行動。警務處傷亡查詢中心主管曾淑賢表示，昨日公布128人死亡，包括消防員發現23具未移離現場嘅遺體。去到今日下晝4點，最新發現死亡人數為146人，唔排除死亡個案會繼續上升。佢表示，今日警方揾到30具遺體，包括12具係消防較早時發現。災難遇害者辨認組發現18具遺體。傷者方面，昨日警方表示有83人，而4人送院之後死亡。目前實際受傷人數係79人。失聯人士方面，到而家已經成功聯絡嘅市民有159名，確認安全。92名死者、37名傷者係較早之前報稱失聯嘅人士，至今仲有54具遺體有待辨認。佢表示，現時有100個個案界定為無法追查，包括無法聯絡報案人，想揾嘅親友並唔係住喺宏福苑，報案人親友冇確實地址，雙方已經多年冇聯絡，報案人未能提供更多跟進。有40多名失聯人士會盡力揾，確認佢哋嘅情況。而至於點解今日發現遺體人數會突然上升，林敏嫻表示，消防進入之後主要係揾生還者，有見到冇生命跡象嘅遺體。而警方今日進入宏泰閣係第2座燒着嘅，今日搜查揾到較多遺體。第1座燒着嘅係宏昌閣，最少時間疏散。災難遇害者辨認組主管鄭家俊表示，喺樓宇嘅房間、樓梯、天台發現唔同嘅遺體。房屋署發展及建築副署長梁鴻偉表示，已經完成咗超過1500個單位嘅初步勘察，當中宏仁閣、宏道閣、宏泰閣、宏盛閣、宏建閣同埋宏志閣已經完成，而宏新閣同埋宏昌閣嘅勘察會喺今日之內完成。暫時評估所有樓宇整體結構冇即時危險，有少量單位損毀較嚴重，已經盡快進行加固工程，一定會全力盡快完成勘察。警務處新界北總區指揮官林敏嫻表示，現場情況非常惡劣，滿目瘡痍，外圍情況亦都唔理想，周圍有好多跌咗落嚟嘅冷氣機、棚架竹枝，有好多尖同埋利嘅位，好容易受傷。除咗工作人員之外，都不宜進入。佢向所有前線人員致謝。歡迎嚟到讀聽新聞，以下內容來自11月30日 ReNews 嘅 Facebook 專頁。宏福苑大火搜救完成，但係仍然有大量善後工作要處理。前財政司司長曾俊華今日喺網上發文，認為必須從悲劇中吸取教訓，避免同樣事件再發生。佢亦都表示覺得唔應該咁快作結論去判竹鵬死刑。曾俊華指，相信近日唔少人同佢一樣心情相當沉重，大批市民失去性命，痛失家園，有消防員殉職受傷，嗰種震撼同埋悲動絕非筆墨所能形容。令人稍感安慰嘅係，困難時刻香港人在此一呼百應，守望相助。佢認為必須要喺悲劇之中吸取教訓，避免同樣事件再發生，但係唔應該太快下結論判斷竹鵬死刑。有普通常識嘅人都會知道，竹唔係咁容易燒着。佢認為問題可能出在綁住竹枝嘅膠繩，而金屬棚架亦都唔係固若金湯，遇上極高溫嘅時候，同樣有機會冧㗎。現場片段顯示，多座大廈外牆嘅竹棚架經過幾十小時大火焚燒之下，仍然未冧。燒毀嘅主要係棚網同埋封窗嘅發泡膠板。佢認為造成今次慘劇嘅罪魁，顯然唔係竹棚呢一種建築材料，反而係咪應該從人為角度去發出調查呢？例如係咪有人吸煙引起火災，物料係咪合格，制度上係咪仍然有可補足之處等等，可以經過專業調查研究之後，先至提出長遠改善同埋監管方法。曾俊華繼續指出，
搭棚喺香港以至廣東地區已經有400-500年歷史，戲棚搭建技藝甚至被列入香港非物質文化遺產。外國遊客亦都對香港嘅竹棚覺得好神奇。佢話如果因為今次事件就貿然決定禁止使用靈活又有彈性嘅竹棚，覺得非常可惜。而且全港超過60%私人樓宇樓齡係30年或者以上，一旦要大維修，業主就可能要俾天價維修費。如果全面以金屬棚架代替造價平一截嘅竹棚，普羅市民係咪承擔得到呢？歡迎嚟到讀聽新聞，以下內容來自12月1日星島頭條。大埔宏福苑發生嘅5級大火，至今造成146人死亡，79人受傷。警方國安處日前拘捕一名男子，涉嫌藉住大埔宏福苑火災意圖煽動。消息指，警方星期日再拘捕2名男女，其中一人為前區議員張錦雄，另一名被捕女子係一名義工。據了解，張錦雄星期日晚上大概7點喺粉嶺寓所被捕。消息指，負責拘捕嘅係警方國安處人員，另外一名姓李嘅女子亦都被警方拘捕。歡迎嚟到讀聽新聞，以下內容來自11月29日星島頭條。香港樓價高企，唔少家庭傾盡畢生積蓄，只係為得一個安穩嘅居所。日前大埔宏福苑一場5級奪命火，導致1000多戶居民痛失家園，而且亦都有多人傷亡。一名自細居住喺該屋苑嘅網民喺社交平台發文，感慨父母輩為咗下一代辛辛苦苦供樓建立嘅家園，一夜之間化為烏有。認為佢哋唔應該得到咁嘅結果。貼文亦都引起一眾80後街坊嘅共鳴。日前呢一位喺大埔土生土長嘅80後網民喺宏福苑火災之後撰文，講述自己同埋呢個屋苑嘅成長經歷同埋體會，以及宏福苑嘅社會結構。佢話自己一出世就住喺宏福苑，佢父母就喺80年代大埔發展成新市鎮嘅時候買咗呢間居屋，目的係想一家人都有個安樂窩。佢話父母踏實工作嚟供樓，同時亦都照顧好屋企。佢哋嗰代人辛辛苦苦供完層樓，就係為咗可以俾下一代提供一個安穩嘅成長環境。好多80後都係喺呢個環境之下長大。隨後呢一班80後漸漸長大，搬嚟咗宏福苑打工、結婚，然後生咗小朋友，就帶返屋企俾老人家湊。呢個屋苑嘅生活本來就係咁簡單。佢繼續指出，好多住戶攞10幾萬出嚟做大維修，都係想平平淡淡繼續過日子，靠呢間屋養老。而且強調10戶有9戶都係咁樣諗嘅普遍心態，亦都正正解釋咗點解宏福苑住咗咁多老人家、小朋友同埋工人姐姐。然而佢形容突如其來嘅一場人禍導致嘅大火，就將所有嘢化為烏有。事主更加痛心咁表示，上一代努力咗大半世，只係想安居樂業。而家成個屋苑居民竟然要面對露宿街頭嘅困境，慨嘆呢個係咪香港故事啊？更加認為佢哋唔應該得到咁樣嘅結局。最後佢起文抹寫，一家人齊齊整整已經係最大福氣。呢一段貼文喺網上引來多個同樣係80後，而且亦都係居住喺該個屋苑嘅街坊共鳴，唔少人留言表達同情同埋支持。有同樣都係災民嘅網民，亦都分享自身經歷，話媽媽災後暫時居於臨時安置點，但係因為年紀大加上腳痛而備受煎熬，感嘆到底自己做錯啲乜嘢。另外有80後嘅網民表示，佢嘅娘家同埋夫家都係喺80、90年代入住宏福苑，對於事主嘅經歷表示係200% 認同。其他網民亦都紛紛表示事主嘅感受係合情合理，並且認同佢提出咗全香港人都想問嘅問題，更加認為唔覺得佢咁樣係放負，而係對社會現實嘅深刻反思。歡迎嚟到讀聽新聞，以下內容來自11月30日香港01。大埔宏福苑5級火災造成過百人死亡，項目工程顧問鴻毅建築師有限公司嘅2名董事早前懷疑涉嫌貪污，遭廉政公署拘捕。牛頭角安基苑嘅大廈外牆維修同樣由鴻毅負責工程顧問。屋苑業主立案法團喺今日舉行周年大會，順道商討工程有關事宜。目前指向項目違規使用極易燃嘅發泡膠板封窗，令到火勢一發不可收拾。鴻毅建築師有限公司一名高級項目主任參與大會，更加自爆曾經參與大埔宏福苑嘅大廈維修項目。佢表示當時極力反對唔可以用發泡膠，但問題佢哋唔係僱主。宏福苑發生5級大火，竹棚、圍網同埋發泡膠板被指係導致呢一場世紀大火嘅元兇，引起其他正在進行維修嘅屋苑居民人心惶惶。
房屋局獨立審查組上星期四已經檢驗另外4個正在進行大維修嘅居屋屋苑，包括牛頭角安基苑。佢嘅大廈維修工程顧問就係近日同宏福苑工程涉貪案有關嘅鴻毅建築師有限公司。法團今日喺明愛牛頭角社區中心召開業主周年大會，順道商討有關事宜。鴻毅建築有限公司一名高級項目主任到場，佢澄清安基苑所有文件，包括合約同埋標書，全部都由業主立案法團經手，再交俾市建局審核，顧問公司先至可以進行招標，同承辦商簽署合約。途中強調絕對冇造假，符合法例同埋程序，完全冇違反法例。佢表示，如果話佢哋造假，換句話講，市建局都係造假噶啦。而廉署日前已經拘捕鴻毅2名董事，有業主質疑鴻毅已經冇能力繼續完成監督工程嘅職責。呢一位高級項目主任強調，現在全公司上下同事一條心，為公司繼續做好每份工作。但係佢唔確定公司係咪仍具備專業人士資格。佢話佢而家都唔清楚到底公司係咪仲有專業人士。呢一位高級項目主任更加自爆曾經參與大埔宏福苑嘅大廈維修項目。佢透露當時曾經提議改用夾板圍封窗戶，極力反對用發泡膠板。佢又解釋顧問公司並唔係僱主，冇權作出否決。隨後就唔再回應任何問題。歡迎嚟到讀聽新聞，以下內容來自12月1日 AM730。大埔宏福苑嘅5級火引發外界討論，竹棚應否被取締。理工大學建築環境及能源工程系副教授黃欽賢早前接受英國第4頻道訪問，談及竹棚會助長火勢蔓延，更加稱有內地消防車去到香港協助撲火等等，有關言論引起爭議。佢昨日透過學系發聲明澄清同埋致歉，強調無意將火勢蔓延嘅成因歸咎於棚架嘅竹枝。黃欽賢喺聲明指，訪問中引述消防工程師學會報告，指出竹同木材同屬可燃物，具易燃特性。但係同時有提及棚網同埋發泡膠板可能助長火勢。佢強調竹對於火災嘅影響係複雜嘅科學議題，需要經詳細調查驗證。本意係希望提醒需要謹慎使用竹枝。至於訪問中錯誤提到有內地消防車抵港協助救火，有關說法係誤解社交平台嘅圖片。而佢曾提到火勢喺1至2分鐘之內蔓延至30層，亦都只係觀察到火勢迅速擴散，而並非基於詳細調查。對於相關說法致歉，佢指身為學者，深知言論承載專業操守，喺完成有關調查之前，將會避免發表更多公開評論。歡迎嚟到讀聽新聞，以下內容來自 E-News 快新聞嘅 Facebook 專頁。喺印尼首都雅加達，烤狗肉、貓肉飯其實都係一啲民間料理，但係呢一啲嘅特殊料理就即將成為歷史。市政府最近直接落重手，全面禁止販售同埋食用狗貓呢啲會傳播狂犬病嘅動物肉品。新規定喺2025年11月24日正式簽署條例，首先會有6個月寬限期，隨後就會正式開罰。被禁止嘅唔止貓同狗，亦都包括馬騮、蝙蝠、果子狸等等。如果被發現違規，最輕嘅可以發出書面警告，嚴重嘅店家執照就直接拜拜啦。對我哋嚟講，聽起上嚟呢啲事合情合理啊，但係估唔到當地嘅消費者竟然唔服氣，仲話上帝創造呢啲動物就係俾人食噶。亦都有人話食狗肉係可以醫治登革熱，係某啲族群嘅民間偏方，更加係地方文化嘅一部分。而反觀動物保育團體就拍手叫好，認為今次嘅舉動終於可以邁向國際大都市水準，亦都可以降低公共衛生風險。歡迎嚟到讀聽新聞，以下內容來自11月30日岸 CC 東網。今日中午12時20分，執法部門接獲報案，指有人喺青馬大橋對開嘅海面再浮再沉，懷疑佢墮海遇溺。救援船隻接報趕至現場，將事主救起，證實佢係一名男子，但係經過驗證之後，證實佢已經過世。經過進一步調查，確認死者姓董，48歲。佢喺11月22日晚上7點幾搭的士去到青馬大橋之後落車，而且跨越圍欄，仆咗喺橋邊嘅斜坡位危站，同時情緒激動。去到23日凌晨3點幾，董男一躍而下，跳落海中失去蹤影。救援人員搜索多時無果，去到今日終於揾翻佢嘅遺體。據了解，董姓男子有情緒病記錄，佢個仔最近因病入院留醫，唔排除因為咁樣佢覺得唔開心而尋短見。歡迎嚟到讀聽新聞，以下內容來自11月30日香港01。
哥倫比亞卡利發生下人弒親案，當地一名27歲男子被指殺害咗祖母之後，將屍體放入焗爐焚燒，再將骨骼碎片埋喺住所周圍嘅花盆之中。警方直言呢一單係卡利近年最嚇人嘅案件之一。綜合外媒報道，受害婦人係哥倫比亞嘅68歲女裁縫。遇害前3個月，佢收留咗因為犯咗其他罪行啱啱假釋出獄嘅孫仔梅洛，同佢一齊住。2023年10月9日至13日期間，梅洛因為不明原因殺咗祖母，隨後竟然將屍體放入焗爐焚燒，再將骨骼碎片埋咗喺住所周圍嘅花盆之中。潛逃2年之後，終於喺今年11月19日喺卡利以南嘅哈蒙迪被捕。哥倫比亞警方形容呢一單係近年最嚇人嘅殺人案。法醫透過 DNA 檢測確認咗遺骸身份，物證亦都清楚顯示佢喺屋企被殺害嘅。梅洛目前被控謀殺罪、加重殺人罪、藏匿屍體罪以及篡改或銷毀證據罪。預審期間，法官認定梅洛罪行嚴重，而且潛逃風險高，下令立即移送監獄作審前羈押。歡迎嚟到讀聽新聞，以下內容來自11月29日岸 CC 東網。內媒星期六報道，內地電動車龍頭企業比亞迪近日向國家市場監督管理總局備案召回計劃，涉及2款批次共88,981部嘅純 PLU STMI 車型。召回原因係動力電池包嘅一致性問題，可能導致純電模式失敗，存在安全隱患。比亞迪汽車工業有限公司、比亞迪汽車有限公司日前根據《缺陷汽車產品召回管理條例》缺陷汽車產品召回管理條例實施辦法嘅要求，備案召回計劃，即日起召回2021年9月26日至2023年9月23日期間生產嘅部分純 PLU SDMI 型車，共52,890部。另外召回2021年1月7日至2022年9月30日期間生產嘅部分純 PLU SDMI 型車系，共36,091部。歡迎嚟到讀聽新聞，以下內容來自11月29日香港01。入行50年，中環歌影視壇幕前幕後共營飯店嘅鄭丹瑞阿蛋，今年踏入人生70之齡，就快做外公嘅阿蛋永不言休，仲話要活到老學到老。佢今年公開拜27歲音樂鬼才陳恩石為師，並且喺10月正式喺港島西區新劇場推出2人合力監製嘅全港第2出長壽音樂劇《小男人周記》。阿蛋接受商台星光背後專訪，憶述《小男人周記》由80年代經典廣播劇變身千萬票房電影嘅傳奇經過。節目之中，曾經3入3出商台嘅阿蛋自揭入行50年人生最大遺憾，佢話人生最大遺憾係6 pair 半呢張碟冇佢份啊。阿蛋1978年由商台轉戰麗的電視，83年再獲邀加盟港台之後，憑住《小男人周記》廣播劇創出喺港台嘅首個事業高峰。故事除咗衍生咗一系列暢銷小說之外，更加喺89年被拍成3出電影同埋2出電視劇。當年首出小男人電影票房賣咗超過1600萬。阿蛋喺節目披露，最初本來係邵氏爭拍演主角梁寬嘅係另有其人。佢表示佢搞好劇本俾邵氏，就想揾人嚟做梁寬。第一個揾嘅係許冠傑，許冠傑都話好鍾意個古仔，但係就話自己8嚿腹肌，一啲都唔小男人啊。之後轉揾阿倫，阿倫就話好想做，但係忙於巡迴演唱，要2年之後先至有期。再揾最神似嘅阿 Lam， 阿 Lam 聽完古仔就話：你信我啦，阿蛋，係你自己做至得。但係佢覺得自己冇票房保證，方日華點會肯啊？於是佢又另外試下揾學友，學友亦都又係因為太和，所以成件事當時就停低咗。阿蛋又指出，小男人可以拍成電影，一定要感謝當年執掌嘉禾嘅蔡瀾。佢話當時係蔡瀾先生有一日話同佢食飯，睇咗成本書就話一定要拍，仲話只要阿蛋做就得噶啦。當年首部小男人雲集一眾好似鄭裕玲、鐘楚紅、胡慧中、李美鳳等等當紅女神參演。阿蛋話其實劇中嘅老婆阿 Ann 佢哋一直都係諗住嘟嘟嚟寫，而當時蔡瀾叫佢揾鄭裕玲，但小男人就擺明係所有明星嚟襯鄭丹瑞，最初都估佢唔肯制。於是就嘗試喺 TVB 一齊做司儀嘅時候問佢，點知鄭裕玲話有錢就得。而另外鐘楚紅當時都好紅，亦都係好多合作過嘅朋友一齊游說，俾埋劇本佢睇，
先至承受到咁多女神襯托呢個無名小子。而今年阿蛋70歲就嚟做外公啦，回望入行50年創出嘅多個事業高峰，原來都有唔少挫折同埋遺憾。佢坦言人生最大遺憾係來自3入3出嘅商業電台。佢亦都將經過記錄喺啱啱推出嘅新書《我失敗，希望你成功》之中。佢人生第一份工就係商台，原本係第一代元祖6撇半，當時就嚟浸會畢業，做緊中午節目《阿蛋日記》。佢當時以為自己做得好好，但係其實好差。去到畢業，麗的揾咗佢過去同林奕華一齊做年青人節目，於是就同余爭傾，想兩邊都做。點知余爭話：你自己連節目都未做好，唔同意你咁樣做。當年佢年少氣盛，就拍台話唔做商台，轉去做電視咯，覺得自己叻啊嘛。雖然阿蛋過檔麗的有份創作《天蠶變》《天龍訣》《IQ 成熟時》等等經典，但係佢承認余爭一答應佢請辭，佢已經即刻後悔。但係最後悔都係睇到商台喺1980年推出咗一張經典唱片6撇半。佢話喺麗的雖然做得好開心，但係人生最大嘅遺憾同挫敗就係見到呢隻唱片出世入邊點解冇佢份呢？呢個係佢到今時今日人生嘅最大遺憾。所以去到88年返咗商台做2台台長，佢第一時間做叱咤新一代嘅碟，裏面就有首留給最愛的說話，同埋之前喺商台佢亦都第一時間做咗無可奉告。呢一批歌都係想彌補翻佢做6撇半嘅遺憾。3入3出商台嘅阿蛋最感謝人生伯樂余爭對佢嘅鞭撻。原來新書《我失敗，希望你成功》，余爭亦都義務幫佢做校對，仲為佢親筆撰寫咗書中嘅最後一章。歡迎嚟到讀聽新聞，以下內容來自11月29日香港01。日本歌手濱崎步原定喺今日喺上海舉行大型演唱會，但係喺昨日上晝就收到緊急通知，要求終止公演。雖然聲明上冇講明原因，但係相信同近日中日關係緊張有密切關係。同日傍晚，濱崎步亦都喺社交平台發文，痛心地公布今次擱置事件。不過有歌迷喺網上表示，尋晚喺會場外依然聽到濱崎步彩排演唱嘅歌聲，更加有內部消息傳出，今次唔係彩排，而係濱崎步將歌單從頭到尾演一次，並且錄低佢，希望日後有機會同歌迷分享。濱崎步喺11月28日上晝得悉今日嘅演出要煞停，喺傍晚就親自發文交代事件，並且致歉。佢表示今次演唱會同以往一樣，由日本同埋中國兩地合共工作人員多達200人，而今次嘅舞台亦都足足花咗5日先至搭好。但係就喺籌備得如火如荼之際，收到緊急煞停通知。濱崎步喺文中亦都顯得非常惋惜。對於嗰100位為濱崎步舞台盡心盡力嘅中國工作人員，以及同樣從日本遠道而來，亦都有100名之多嘅工作人員、舞者、樂手等等，無法俾佢哋將呢個公演呈現俾大家，佢覺得非常抱歉。佢心痛工作人員，濱崎步更加對來自各國14000名觀眾深感歉意。佢話更加重要嘅係，對於由中國全國各地、日本以及其他地方前嚟嘅嗰14000名 TA 係佢嘅 fans 名稱，冇辦法面對面向大家道歉，就必須將呢個舞台拆除，仲要必須就呢個只能拆除舞台一事接受現實。佢而家都冇法相信，語言已經冇辦法形容自己嘅心情，覺得非常抱歉。最後濱崎步更加自責，仲反思自己係咪咩都做唔到呢？然而喺琴晚，有上海網民上載會場外圍相片，表示濱崎步正在進行一個人嘅演唱會，即使演出已經取消，場館外仍然聽到佢嘅歌聲。網上亦都流傳一張疑似會場內進行演唱嘅相片，寫住濱崎步獨自喺空無一人嘅演唱會場表演。然後有網友指收到內部消息，表示濱崎步決定俾 fans 一個交代，決定從頭到尾將演唱會演一次，官方仲會進行錄影，等合適時用。雖然消息未經官方證實，但係唔少 TA 已經大讚偶像專業，並冇錫錯人啦。如果你喜歡我哋嘅內容，請訂閱、分享同埋讚好我哋嘅片，俾啲鼓勵，等我哋更有動力做好呢一個頻道。